要启动之前的那个进那个灰度啊，我们把它那一股热水把它发动之后，那接下来我们才有那个动力可以去把我们的大物推出去。然后后者一直在推广大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后者一直不断的鞭策自己如果今天没有比昨天更进步的话，其实我们正在退步上。不知道各位学员可不可以感受到这一种感觉？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进步，其实我们就在退步。为什么呢？或者在我们一心单位或者是在跟我们的干部上在讨论、在探讨。那其实后者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的一心单位真的有开始在往上成长，虽然幅度没有很大，可是后者真的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第一个，我们一心的道气现在是充满着爱与能量。以前我或许会觉得好烦我们的一心每个人都是互相的，不是每个人就会常常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他怎样，他怎样，然后谁在讲谁在讲，或者就这个道场如果全部都是充斥这些负面声音，那道怎么办下去？所以后者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改变了疫情的负面情绪。那怎么用负面情绪？然后就开始跟我们的检团师沟通，就是主笔。那第二在功德力负面上一道的行不无友好，就没讲，这形容讲在好的。那当有前或者听到，比如我们的前辈者在批评谁的时候，或者跟他进去，然后就开始跟这位前跟他讲好话。沟通为什么听？他听住他自然而然就会讲好话，就会觉得我们现在意见比较少负面的情绪，或者觉得我们爱讲，其实也爱讲跟合成，其实应该也要开始慢慢的正视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的道场有太多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要办法，因为怎么办都不会成功。这个后者才正视我们一心的问题，所以后者花了2年去解决它。解决了之后，就会发现，道路开始不断在成长的。那这个也是后者在这个我们一心的修办道过程当中的一个体会。然后呢，在今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后者的人说前脚一直发生，或者是走来走去，不要为什么要走来走去？看一下黑板，就是这个只是一点点的一些重点整理。